你这脑袋吧，就看着还挺正常的，那为什么里边全部都是豆腐渣呢？像宁远这么优秀踏实的男孩，你错过了，你上哪里再去找？行，你就等着孤独终老吧。你怎么一说话就放箭啊？在你心里这么差是吧？在我心里，宁远才是最合适的结婚对象。我什么时候说我要结婚了？你不也没结婚吗？我还以为你能理解我呢。我没结婚是因为老天爷没给我这个机会，但是你不一样，你不能亲手毁掉自己的幸福啊！哎，行了行了啊，我都30岁了，这每天穿什么吃什么你都要管。你对我的爱就是没有界限感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再控制我了，什么都管。榴莲，你在说什么啊？你把我对你的爱叫做控制吗？你的爱里面都是控制啊，全部都是占有欲。自私，我自私。我辛辛苦苦把你养成这么大，我自私在哪里？来，你说说我自私在哪里？我爸谁啊？谁啊？我爸谁？谁呀？哼！我爸谁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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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榴莲啊，榴莲，怎么了，老叔？那这个这什么呀？安神茶，喝了就睡啊，别胡思乱想。哎，对了，告别仪式是哪一天啊？他可能不需要仪式，要不然也不会招呼不大一声就走了。这是传统，办了告别仪式啊，这个心里就会舒服一点。定了日子告诉我吧。嗯，谢谢郎叔。8点了还不起呀？本来工资就低，你再多迟到几回，你得你个月白干了。哎，烦不烦啊？这才几点钟？您看这是什么？麻将啊？非也非也，这是地理学。这个是北大副教授，这是副科主任，这是发改委科长，这是工商局科长，这是幼儿园园长，上市公司创始人，跨境电商大老板，这是影视公司总经理。我妈也不打麻将，这跟我妈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，只要您母亲是张慧，我这一副就是天胡牌，这些全都是我卖出去的墓穴，全部都是按照地理排列。你看，这邻居都是高素质的知识分子，您母亲能跟他们做邻居，那你也就放心了。这左右挨得太近了，我这花没法放啊。宽敞的那就不是这个价位了，这跟买房子是一个道理的。我就剩这2个穴位了。左右都是陌生人，会很孤独的。那您可以考虑把2个都买了呀，这样就不孤单了。将来您的父亲啊，我没有办。那100年之后您也是需要的嘛。现在买比那个时候不知道便宜多少倍。人生总是需要提前规划的。等我死了，我要把我的骨灰做成烟花，
战后能控制我，不占用国家的丝毫土地。那您还有其他在世的亲人吗？比如说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什么的？怎么换台了？我看您睡着了，让我看会儿呗。你回家看去。这不想在这儿陪你一会儿吗？你是护工吧？怎么不穿工作服啊？我啊，榴莲。榴莲谁呀？您外孙女。我有外孙女了。我女儿在哪儿啊？我女儿呢？外地出差了。啊，出差了。你记得给她打个电话，让她在网上给我买个夹袄，要带领的啊。没领就没领呗，干嘛非要带领的？没文化的才不要带领的，那有的人，那领都到胸口了，不像话。行吧，买带领的。没事儿，你就先回吧，我到楼下溜达溜达。最近身体不好，别下楼了呗。哎呀，没事儿的，我不下楼转悠，那帮老太太，哼，早把我给忘了。拜拜拜拜。妈走了1个星期了，很不真实。我总觉得她还在家。都快30的人了，还打游戏，你这是拒绝长大呀！我不在，你就天天吃地沟油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好好的照顾自己呢？那个花就快干死了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去浇浇花呢？行了，刘敏芝，有完没完？等我要哪天死了，你就把我的骨灰啊做成沙漏。我死了也要提醒你时间的存在。我以为她会一直在家，就算未来我去到其他地方生活，她也还会在家。但现在，就像在看别人的生活。可能是我不愿意相信，只剩下我一个人了。
想得美，跟你喜欢的花在一起。